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台湾平均每20个人都有一个身心障碍者。身心障碍者的父母时时刻刻拢爱承受经济甲各种心理压力。也毋过做父母的上烦恼的，也是有一天家己若老，或者是先走一步，囡仔无人照顾。因真毋望囡仔会当有谋生的能力，更加毋望社会会当互因关怀甲支持。 伫运动中心和爸爸做伙游泳，26岁美珍伊有先天的软骨发育不全症，就伊爸爸看家己的查囝身高才126公分，就袂放心的。我们总是可能的话都比他们先早走，好，那这些身障朋友到时候未来是要靠谁去照顾？ 其实毋那是美珍的爸爸烦恼尔，伫台湾平均每20个人都有一位身心障碍者。伊甸基金会调查发现，有8成身障者的家人烦恼家己老去也是离世时阵，无人接手来照顾因。另外，有7成人烦恼讲，因无法度家己照顾家己。发现就是说，大概有3不一没有。第一个不敢想未来，那不敢放松，不敢生病，哈。那另外一个部分没有，就是没有资源的体系。 身心障碍者的父母，毋那是经济顶悬有压力，心理上的负担嘛真大。我就很希望说，维生可以在这个地方刚好找到更多他的，应该说同温层的朋友。因所需要的其实是社会支持和关怀，身障囡仔会当找到家己的生活，还佫有谋生的能力。